113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，经过初审甲复审两阶段的评选，历前总共选出21位的获奖者，因拢是分别由市府甲各社团协会所来推荐，涵盖着各行各业，经过劳动界、学术、公益、商业甲社会福利等各界所组成的委员评审所选出18号下午公开来亮相。将在9月21上午举行颁奖表扬。113年度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，在各位评审非常公平公正的审核之下，产生了21位好人好事代表。这也代表着我们台南地区呢，处处都充满着爱心的升华。那今年21位代表，可以说在各行各业都默默的行善。做了很多的一个善事，那我们从60、70位的参选者当中，选出了今年21位，来做一个最棒的一个表扬。那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呢，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善良的行为的这一份力量，能够继续的往前迈进。那今年113年度的这21位好人好事的代表，我想就也会成为一个我们台南市行善最好的一个前进的原动力。我们大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好人好事的一个发扬。台南市自民国92年办理表扬好人好事的活动，到今年113年，总共有230位得到台南市好人好事的代表，而且每年推荐参加全国好人好事8得奖的选拔。成绩嘛拢真好，伫今年21位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，嘛有19位被推荐参加全国的8得奖的选拔。协会嘛希望有好的成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